3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大家到南投埔里品尝特色十足的茭白笋泡菜。这是客家人林佑岑的创意，因为从小呢，他看外婆还有妈妈制作客家腌渍物，所以让他想到了茭白笋泡菜这个点子。他让游客可以自己 DIY， 果然打响了茭白笋泡菜的名号。南投埔里的好山好水让茭白笋特别鲜甜，而客家人林佑岑接下父亲的茭白笋事业，在当地推动生态导览。像这一区全部都是有机田区，这个大概1月份种的吧。可是它是植株培育出来的，就是移苗来种的。大概这个部分大概是，如果真正可以割茭白笋的话，大概4月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那个茭白笋泡菜。除了介绍农产特性，他还研发茭白笋泡菜，让游客可以 DIY。有美人腿之称的茭白笋要变身成为泡菜，除了调味下功夫之外，为了让脆度不流失，腌制过程也尝试了上千次。有水分的东西，它其实保存就不是很久。那所以我在这个区块，我大概尝试了大概2000斤的茭白笋，也试了好几次。很多回乡创业的林佑岑不怕苦不怕难，让美人腿泡菜经过腌制一样嫩白清脆，但口感很独特。好喝。会想把茭白笋变泡菜，因为妈妈总会自制许多的客家腌制物，怀念老滋味，才让茭白笋大变身。那我在一个客家庄长大，有90%都是客家人，奶奶啊，还有妈妈都喜欢腌制，所以我选择了茭白笋作为我们的一个创业起始点。客庄的儿时记忆让茭白笋增加了附加价值，重品质、有创意的美人腿泡菜也因此获得了优质客家特色商品的商标，成为行销的大利多。这些东西其实保存就不易嘛，保存也不久。那如果经过加工的部分，大概可以保存大概1个多月左右。哪一种菜？那个边边那个吗？那个比较大颗的。父亲花了大半辈子穿梭在茭白笋田，林佑岑传承了父亲艰苦奋斗的客家精神，努力耕耘，果然让他的茭白笋事业大受欢迎。绿叶剥落，蜕变嫩白，世代相传的美味加入妈妈的技法，时间发酵，客家子弟用心等待，美人腿新姿态，味蕾咀嚼感动时刻。